它就有一个浅显易懂的副歌，叫6个字：一耶耶五哇哇。我们大家一起唱吧。一耶耶五哇哇。继续。好，就这样啊 ，keep going，OK， 唱完了，唱完了，就这样了，这首歌就带过，好。语数好，你是阿美族的孩子吗？他说是啊，我是在真的阿美族。娃娃啊，你是个拽姑尼亚罗艺术，孩子，你来自哪个部落？终于对了，我来自杜立部落。你们都吃什么菜？布达布跟阿鲁西拉，就那个欧迪亚菜跟生的猪肉跟盐巴腌1个礼拜的。乌马古卡巴拉安东纳莫，你们最会做哪些事情？乌米夫丁安杜米库呢？我会抓鱼，又会拿藤溪。呀呀耶耶呜哇哇，耶耶呜哇哇，耶耶呜哇哇。听了上次应该会了吧？一起唱。
起哈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哦，包含门口的朋友们。1、2、3，来。Very good。非常好，再唱一次。给自己掌声加加油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我们的默契相当好。好，那。